嚟到呢餐嘅重頭戲就係松板牛，塊松板牛大過2隻手掌，成條洗面毛巾咁大，係最頂級同最貴嘅牛肉，真係唰一聲就落咗喉嚨。呢個雞泡魚切得好薄，亦都睇到師傅嘅刀工，食落去個雞泡魚好嫩滑，佢個肉質係好有彈性嘅。今次食呢個鮑魚刺身又係另一種感覺。而哆啦 A 夢作者藤子不二雄故鄉就係富山縣嘅高岡市，車頭仲有一隻哆啦 A 夢笑面盈盈咁樣陪你搭車，車上面有大量嘅哆啦 A 夢人物同埋法寶彩繪。名古屋嘅地下街之所以出名，係因為名古屋被設計為車之都市。我哋扭到肥版嘅 Tuffy 同 Jerry。Hello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生活 DNA 頻道，我係 Echo。今日生活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咁快就嚟到我哋第6日名古屋嘅行程。最後一日梗係要好好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去玩啦。今日天氣好好，我哋一食完早餐就出發去高岡市。哆啦 A 夢大家都識，而哆啦 A 夢作者藤子不二雄故鄉就係富山縣嘅高岡市，所以我哋專程去搭嗰度獨有嘅哆啦 A 夢路面電車，由米島口站搭到去高岡站，大概20分鐘。車上面有大量嘅哆啦 A 夢人物同埋法寶彩繪。車頭仲有一隻哆啦 A 夢笑面盈盈咁樣陪你搭車。落車嘅時候，個女車長都好好，攞住哆啦 A 夢車長造型嘅公仔，一路同我哋揮手，俾我哋喺度影相打卡。無論你係哆啦 A 夢定叮當嘅忠粉，有機會都可以嚟名古屋，搭下依架哆啦 A 夢嘅觀光車，暢遊藤子不二雄老師嘅故鄉，朝聖一下，打下卡。落咗車之後，我哋就去咗高岡地下街行一陣。因為時間太早，好多鋪頭都未開。不過我哋見到一間好大間影自助貼紙相嘅鋪頭。我喺香港好少行街㗎，香港有冇啲咁大間嘅影貼紙相鋪頭，可以俾你坐喺度慢慢化妝、夾頭髮、扮靚咗先影貼紙相？不過我諗就算有，都唔會咁平，因為日本只係需要500yen咋。追呢條片嘅時候係3月頭，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冷知識。3月21號係日本嘅拍貼之日，係為咗紀念貼紙相機嘅製造而制定嘅。而正正就係因為影相嘅時候，大家會3、2、1倒數，所以定為3月21號。睇到呢度，都希望大家鍾意我哋條片。如果未訂閱嘅話，都請大家可以撳個掣訂閱我哋頻道，順手將我哋條片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去日本旅行一定要行 Outlet， 我哋今次就去咗富山 Outlet 購物城。
因為啱啱去完東京冇耐，又唔係減價季節，所以我哋都冇買好多衫褲，反而係繼續我哋嘅扭蛋同夾公仔。喺度見到有部扭蛋機，有 Tom and Jerry， 我哋扭到肥版嘅 Tuffy 同 Jerry， 仲識發光㗎，仲有扭到兔哥同扭計骰。有朋友睇我片問我哋屋企邊擺到咁多扭蛋啊？其實扭蛋有啲係自己，有啲係當手信嘅，因為啲款式香港未必有，同埋香港係10蒜，日本係5蒜，抵好多，所以我哋都用咗好多錢嚟扭蛋。我最鍾意嘅係着 Converse， 最後見到一對顏色好特別嘅，所以都買咗。上飛機之前，我哋最後衝刺食一餐好正嘅 Shabu Shabu。點解正？因為我哋自費加咗好多餸。首先係一個雞泡魚刺身，呢個雞泡魚切得好薄，擺咗喺一個圓形嘅碟上面，擺盤好靚，亦都睇到師傅嘅刀工。如果唔係去日本，對日本嘅魚生師傅有信心，都唔敢食雞泡魚。夾起一塊聞一聞，個味好新鮮，食落去個雞泡魚好嫩滑，佢個肉質係好有彈性嘅。我成日同大家講，我唔食生嘢，係因為平時食生魚嘅感覺係覺得好似咬肥豬肉咁嘅。但係個雞泡魚配合埋個刀工，薄薄地一片，又彈牙，又鮮甜，又滑嫩，真係好好味。除咗生食之外，我哋有幾塊都有擺落個 Shabu Shabu 度灼一灼，又係另一種感覺，但係都係咁鮮甜。跟住第二個加餸係鮑魚刺身。平時喺香港食鮑魚，通常都係罐頭鮑魚，細細粒，已經醃好晒，有味嘅。今次食呢個鮑魚刺身，又係另一種感覺，直接擺入口就係食鮑魚嘅鮮味。個鮑魚刺身好有咬口，夠晒厚身爽口，真係唔捨得吞啊！除咗刺身咁食，我哋都將其中幾嚿擺咗落個 Shabu Shabu 度。因為個湯已經有其他嘅肉，所以鮑魚吸收咗啲肉湯之後，仲鮮甜。嚟到呢餐嘅重頭戲就係松板牛。松板牛咁貴，我哋梗係唔捨得即刻食啦。塊牛切得好薄，塊松板牛大過2隻手掌，成條洗面毛巾咁大。褪開咗塊保鮮膠，成片牛擺落個湯度。塊松板牛好多雪花，脂肪比例相對高。我哋錄咗20零30秒，塊松板牛真係好滑，真係唰一聲就落咗喉嚨。松板牛無論喺日本國內外都咁出名，係最頂級同最貴嘅牛肉。同神戶牛、近江牛並稱為日本3大和牛，我覺得係我食過最好味嘅牛。食完呢餐咁豐富嘅，我哋就趕住去機場。去到機場都要再食。因為我哋比較早去到機場，仲有好多時間都未起飛。
所以我哋入咗2間 lounge。因為入咗第一間，見好似冇乜嘢食，咁我哋就飲咗少少嘢，就直接去第2間。點知去到第2間，食物選擇原來仲少，不過好彩佢食物質素都幾好。同埋有2張按摩椅，可以俾我同 Dio 一路喺度嘆住按摩椅，一路等上飛機。回程嘅飛機餐有雪糕食，雖然要返香港，有啲唔捨得，但係可以食住雪糕，嘆住靚景，咁唯有又諗下我哋下一個旅程去邊度啦。2025年有好多人講日本唔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去旅行，大家有咩睇法啊？你哋嚟緊會唔會出發去日本旅行？不如一齊講下，分享下你嘅睇法啦。前2集同大家講過，我哋去咗名古屋一個好出名嘅車站榮站，而榮站最出名就係地下街。名古屋嘅地下街之所以出名，係因為名古屋被設計為車之都市，啲馬路好闊，揸車好方便，亦都因為咁令到行人過馬路嘅時間變長，所以行人專用嘅地下街就因為咁樣而誕生。榮地下街對我哋嚟講唔係太吸引，我哋喺入邊行咗一陣就直接去咗間 cafe 飲熱朱古力。不過講開2025年大家對日本嘅預測，就順便同大家講埋一個關於地下街嘅冷知識。日本嘅地下街喺災害嘅時候發揮咗一個避難所嘅作用。為咗應對火災、地震嘅天然災害，地下街設備咗防火捲簾、灑水系統同埋一啲內震嘅設施。資料顯示喺阪神大地震嘅時候，神戶市嘅地下街只係有輕微嘅損壞。另外，東日本大地震嘅時候，仙台市嘅地下街亦都未有受到重大嘅損害。希望呢啲冷知識對大家有幫助，去日本玩嘅時候玩得更加安心。今集嘅時間嚟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條片，就請 like 同 share。希望大家亦都可以 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。咁我哋一有新片推出，你哋就會收到通知㗎喇。亦都希望你哋俾多啲意見我哋，等我哋可以做得更好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